因为头都有问金发，伊还有一堆相片黑，突然会拍个垃圾哦，合照，赶快一下要黑哪年？诶，看不出来。当中应该也是高中。应该高中，高中的時間。啊，人都講，唔做嘛同垃圾哦翕相呢，伊講哦，也係一對嘅，去鄉下，也兩個鄉下，也個更加後生嘅拍唔啲，也係乜嘅哦。應該唔啲。人哋萬歲呢，這是我的夢幻一品，係我替的去因去錢吼，因同我把頭。T 的禮物就會養給哇哦，愛華隨身聽，好，一定要愛華豆哦。現在應該打廣告沒關係，因為也都係卡帶嘅，隨身聽安尼。啊，唔做嘛也用嘅愛用啊搭配咯。哦，因為我記得嗰當時本記到你啊，新客家後生主持人幫我們提高後呢，我知道講誒。佢都做得種咧，我咪做得來試做看啊！我就請教應用版來做廣播節目。其實人嚟講啊，你出來錄一隻設計嘅節目帶，舊本兩邊調教來談吼。就談看佢條應用版，就等於講去面試嘛吼，去演兩條路看啊。嗰種我想講應用版做咧，伊生意也唔是冇人講嚟做個乜個廣播節目，土法煉鋼直接來模擬一下，可以誒當初去按用做吼，嚟3D CD 變落去，過來卡帶變落去，你邊拿啲數卡嚟講，就大家學藝氣咗變化。反正今年來到乜個節目，學你誒講乜個東西，底下嚟彈一條歌嘅，play 佢係太台拿啲，就叫我都變下來，佢錄落去，你學按用就變到一隻人生當中睇一個虛擬廣播節目的應徵帶嘅。哦，即個做 demo 安尼。係試下做 demo 啊。哦，而家佢就安尼錄嘅，等於都拿過去毛遂自薦。錯，他就中了。對，有起咧。係，嗰當時哦，咁應該想講係調解佢接到我帶過去，其實講你真係有時間來上我節目喎。嗰當時咧，當時這種勞動片勞動，其實講啊。你來上我節目，我打咗鼓去啊，佢冇想幫阿你講，你來打咗鼓，還有動師這種人生第一擺上節目上，聽一擺上節目是本動師這種的風貌呐，佢講緊張哦，耳提面命的那種感覺，心裡七上八下，嗰時候呢，我就去本期來訪問睇過後，講好冇問題，你所以來上班咧。一魚兩吃哦，一路用一個訪問來面試，錯，面試係路做得。錄本儀嘅節目做完啦，錯，就開始實習啦，開始實習。咁唔家下就有開始主持誒。就學習啦，高中啊，高中1年才就進入到廣播電台來實習。哇！才來這2倍當中，就認識一道嘅主持人。從來 TVB 師傅佢講董戲太普卡。係乜啥？總煥文記。哇！呵，都談論。好安尼，係聽你見到落學試車嘅啦，講客法啦、樣選啦，一開始聽就聽唔識啦。而家連睇不強都會講啊。多多少少真係堂橋出嚟啦。